该瓜问题除了卡到金华城的弊案，嘛互4个台北市议员来指控，讲离第一渔港市场的改建案。 独立着伟景集团的子公司中华工程，中华工程是强调讲绝对无不法的代志，嘛去告迄4位指控的议员妨害名誉。再起，台北地检署针对这件来开侦查庭，甲议员请来问笔录。 你看这嚣张的企业嘛，2人先告状，然后告了4个啊。美讲是拍人的花轿人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这透早来到北检出庭，因为伊进前指控瓜文铁伫第一渔港市场的改建案，独立伟景集团的子公司中华工程控告妨害名誉。告是他们的权利啊，我觉得被中华工程提告应该是一个荣耀的徽章啦，那就等法院来认证吧。另外一个控告的议员杨石岛，人是改认证，是讲中华工程一群告4个议员，包括国民党的游淑慧、张小平、杨石岛，也有民进党的简书培。今日早起，北检开头一摆的侦查庭。市长的前台，国内便视察第一渔港市场。 瓜文铁涉嫌独立金华城，去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如今又搁去互议员指控市场的改建案因为流标过大版，当时瓜市府采用减刑法保，答应敢若去5楼，事后搁以对价预算方式去6楼到8楼。所当时伟景集团旗下子公司中华工程以赔本价729亿得标。 今年1月，佮要求议会扩充49亿9预算，等于互中华工程200亿预算。他就是绑标啊，绑成那样。我问你啦，那个8楼盖6楼，那个6楼盖5楼就是鱼市场跟这个蔬果市场，没有人敢标哎，流标2次就得标了嘛。 就是根本这个就是市长的授意嘛，太清楚了。针对指控，中华工程声明讲，改建工程招标期间，新庆景不是中华工程的董事长，公司一切拢是照台北市招标的内容评估了后进行投标，拢无违法。真相到底是啥？外界也咧评估，嘛将会是检点后一步对在重点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